在世上，痛苦将过去，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着。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恶。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恶。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主你拯救我。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生命，耶稣。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主你拯救我。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生命，耶稣。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恶。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恶。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让我们再次来宣告，永远不再一样。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是的，主啊，因着你，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完全，才得以重生。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在这里来侍奉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是的，主啊，我们愿意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用这首歌当作祷告，跟主说：主啊，是的，我们愿意。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
全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是的，主啊，我愿意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的，主啊，我们每个人的罪都这么的深，但主你对我们的爱也是这么的深。主啊，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一次又一次将我们从深渊拯救出来。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来跟随你。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
到主的面前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罪再深，他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他从来不放开他的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要将自己献上，为你而活，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是的，天父，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对我们的爱也是何等的高。东离西多远，你是我们的罪过离我们也有多远。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今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谢谢耶稣为了爱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舍上。主啊，让我们学习何为爱，我们也应当要彼此的相爱。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带来医治，带来修补，带来和好，带来圣灵当中的团契，让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元首，是基督。
让我们能够顺服于你，并且聆听你的话语。也愿神你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透过杨宗生牧师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信息，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让主的教会得着建造，得着益处。也为在线上参与或是不在我们当中的肢体和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上帝你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神要大大与你同在，神要大大与你同在，神要大大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请坐。那我们今天要来欢迎杨宗生牧师是台中美福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他已经建立这教会26年的时间，是在台中地区发展非常快速的教会。那杨牧师从今天早上9点一直分享到下午5点，然后呢现在6点又接着这是第几堂可能算不清楚了，可能是第7堂，但他总共准备了9堂准备了9堂。好，所以呢，明天还有在教会还有一整天的服事好，所以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拍手欢迎杨宗生杨牧师。有风，有麦克风。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又来到你们当中有看到一些熟面孔这个上一次就是在这个场域里面所以对你们很熟悉特别你们很多是年轻人所以跟你旁边的年轻人说：“嗨，今天看到你啦！”好，感谢主一方面为牧师祷告这个因为我老毛病了，就是我的颈椎间盘突出就是俗称骨刺啦就是压到神经，所以这几个礼拜在发作，所以背很痛背很痛，所以我要吃那个止痛药吃止痛药今天已经站1天了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上帝的恩典供应我力量那不过呢今天一进来就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看了就觉得很开心牧师为你们高兴你们还在侍奉没有逃跑为你们高兴如果我在这么年轻就信主该多好真的，所以你们这么年轻就信主是上帝给你们很大的恩典要好好侍奉主，好好跟随主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教会跟社会也差不多啦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那所以教会里面也蛮黑暗的所以你们现在灯要关暗一点但是我们有主的恩典那一生在主，因为你们年轻看就信主，所以你们在教会看的东西比我们多啦我们到成年才信主嘛那你们很年轻的信主，所以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我们人都是需要被拯救，你要看上帝，好不好要看上帝那好好跟随主，那但是也不要老古板就是不要在教会久了变得老古板这个跟你的同事同学看起来你就看是个怪怪的人不会，我们要比他们 fashion， 我们要比他们更进步那个最近这个 AI 有没有去接触要接触要接触我在教会也跟我们的年轻人讲如果你不去接触 AI 的话，你可能会变下一个世代的文盲那如果你要接触 AI 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你的语文能力至少中文能力英文当然是更好如果你这个部分所以我很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不要以为每个礼拜在这里听到，然后有些从小到大的基督徒跟着爸爸妈妈来有些时候你可能是不得已来的那就是反正你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嘛从小你在教会长大，外面也蛮陌生的，但是你就在这里听到，不要以为你坐在那里你不只听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更是他也训练你一种理解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尤其像你们在台上侍奉的这表达的能力
因为新的时代来到，你讲的话 AI 听不懂，它就做不出你想要做的东西。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杯子，假如说我要画，叫 AI 帮我画图，你知道 AI 现在画图很快，你知道吗？出一张8K 的照片，可能1分钟就出来了。那如果我要叫 AI 画这个图，我跟他讲说，请你画一个蓝色的水壶，跟请你画一个蓝色的水壶，里面有1/3的水，然后它是这个前景深，然后它有 spotlight，它用 Canon 的什么相机，光圈多少，快门多少，这样子所形容出来的图，出了图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所以 AI 来了可以帮你做很多事，但是如果你不会用 AI， 那么你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平凡，就是没有什么所以那这个跟你的语言能力是有关的。所以你平常在这里听到，你以为只是听神的话，但是你透过听神的话去理解上帝的话，然后你的文字的解读能力跟表达能力都会提升。所以这个对于你在未来应用进入到 AI 的时代里面的时候是很有帮助。因为 AI 它是 AI 嘛，所以它是人工智慧嘛。人工智慧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要什么，如果你连告诉他你要什么你都讲不出来，那么他就没办法给你那些东西。所以我为你们高兴，为这些年轻人高兴，因为你们从年轻就在教会里面，你们的人文跟文学的理解力如果你认真的话，它会有帮助。它会有帮助。我讲这些话，我也同时对我教会的年轻人讲，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虚度光阴。其实除了认识真理最大的好处以外，其实你对语文的表达能力跟语文的理解力是很重要。我们用中文嘛，那你中文起码你中文的理解力跟表达能力要，所以多多侍奉这个去当招待去服侍那跟人家讲圣经，当小组长跟人家分享圣经1次不熟，2次、3次、4次、5次你就会越来越熟练，你的语文表达能力好，理解力好，这个对于你这样都很有帮助了好，这个是没有，那牧师就像爸爸一样嘛这一堂是年轻人嘛牧师就像爸爸一样，我女儿也31岁了所以这个你们就像我的小孩，看见你们希望教会的下一代是卓越的我们很希望教会是卓越，因为我常常跟我教会的年轻人讲说，你们来不是要被神用，当然你来要被神用，但是你来不是被神吸干，你来是被神 empower， 被神赋能，所以你每次侍奉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丰富的供应，那你们就会丰盛起来。你丰盛起来，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学校你都应该要结出，因为这是你的果子因为你的神是丰盛的神，所以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校里面，你们要学习怎么样的丰盛怎么样的表达出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来教会不应该是很沉闷的，来教会应该是很有趣的，来教会是很活泼的，来教会是很有能力的，对吗？我们的教会应该是这样，不是吗？如果今天我们把教会做得很无聊，你带朋友来，朋友第2天跟你讲说，哇，该不会去恁教会啦？教会这么无聊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年长的有责任我们应该让教会要丰富，在真理的里面丰富，然后在真理里面卓越跟杰出所以我要你勉励年轻人，你应该居上不居下，你应该居首不居尾你应该为主这个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神你应该要这样子所以鼓励你，如果你想好好特别你们这些侍奉的人，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侍奉，请你们在你们的工作，读书的在学业上，工作的在工作上要卓越一定要让人看见你侍奉神，你不是社会不好，学校混不下去，跑到教会里面躲不是。当然教会接纳软弱的人，但是教会的神是丰盛，我们神是丰盛，他应该要让你的工作，让你的学业要杰出吸引人我们教会前一阵子开始开了一个叫叫什么 K 书房是吧 ？K 书房我们就开放让年轻人来教会读书。那我们每一次就会有准备很多零食点心
给他们，然后但是开放一个空间给他们读书。然后我们找了几个台大法律系的啦，什么台大什么系的，反正这些，然后就坐在那不去教他们，就是他们有问题就来问，那平常他们就在那陪他们，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学校的老师看见他本来班排10名以外的后来突然间进到10名以内了。他就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进步？他说：因为我到教会有个 K 书房，所以现在那个导师就把他们那个后段的不好的全部都送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证明一件事情，他们看好教会，他们觉得教会做得好，所以他们的孩子很短的时间就有很长足的进步，那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做教会，我们要让教会丰富。我们既然要做教会，我们要彰显出基督的丰富。那你们这些在侍奉的，就是标杆了，人家就看你们嘛，年轻人侍奉千万不要这个平常的工作没什么表现，学业没什么表现，但是在教会这个花很多时间。教会当然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不应该牺牲了你的工作跟读书的时间。所以你要回去好好祷告，神啊，给我有效率，又能够满足我的工作，又能够满足我的学业，然后又能够尽心侍奉你。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也是一种侍奉哦。你的工作、你学业也是一种侍奉，不是只有属灵的侍奉。路加福音2章52节，耶稣讲说，耶稣的智慧身量，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智慧嘛，这不用解释。身量，身体健康嘛，还有神爱他就是灵性，人爱他就是人际关系。耶稣的这4个方面一起增长哦。所以你们这些侍奉者要特别求主的恩典，让你们在这个4个方面一起增长。读书有智慧，工作有智慧，身体健康，然后这个灵性很好，然后人际关系很好，这个才是好的见证，好吗？不好意思，牧师把你们当自己的小孩，给你们一些勉励，给你们一些勉励。因为我来，我觉得江南教会对我来讲就是很有趣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你们，看见你们就像家人一样，所以看见你们就比较唠叨，就是我希望教会的青年要茁壮，因为教会青年不茁壮，我们下一代就没希望。所以你们要茁壮，而这个茁壮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茁壮，你们我们的侍奉应该是全方位的，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那在社会上，在学校里面都要卓越。好，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卓越的人，这个人，可以给我 PPT 吗？那个导播麻烦一下。好，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另外一个卓越人，这个人呢就是保罗保罗是卓越的人。等我一下我看没有出来他刚刚等很久，所以我再一遍早知道我应该先试，然后再讲话。应该抓到了。没有。有了。好了，谢主。好，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很卓越的人在圣经里面很卓越，这个人叫做保罗。保罗是新约圣经书卷里面绝大多数的书卷是出于他的手笔保罗那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的第3章4到11节我们有1、2、3、4路那一边的就麻烦并入第4路我们轮流来读好不好？一路读一节我们从第4节这边开始预备来。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是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的义上说，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信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保罗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是在罗马坐监，所以腓立比书也称为监狱书信。这个使徒保罗，他在监狱坐监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而这封书信也被称为是一个喜乐的书信。那这个喜乐是充满了张力，你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张力。如果你了解那个背景的话，那个张力是什么？那个张力就是一个身陷监牢、身不由己的使徒保罗。而这个使徒保罗他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他去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的目的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到那些不信主的、那些犹太以外的这些地方传扬福音。但是突然发生一件事，保罗被抓了。保罗被抓以后关在监牢里面，所以这时候的保罗他胸怀壮志，但是身不由己。他没有办法四处自由的活动了，所以看起来福音的行动会不会因为他被关而受限制了呢？那我们透过腓立比书来看看这个保罗的情况是怎么样。事实上，在今天下午的里面，我们已经分享到，保罗其实他因为他被关，他不能够自由的传福音，但是这个事件反而激励了他的门徒们，更加放胆的四处去传福音。所以保罗虽然一个使徒保罗被限制，他应该要传福音，但他没有办法传福音，他被限制住了。可是却因为他被限制，产生一种福音的爆炸力，这个福音反而传扬得更远，传扬得更多。好，那保罗在监牢里面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讲那个张力就是一个看起来要冲的人却被限制住，那福音因为他被限制住，看起来不能够彰显的却彰显出来。这里面充满了一种福音的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paradox， 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种矛盾，出现，就是看起来你不能传福音了，福音怎么传出去了？看起来把你抓住，不让你做，结果做的更多了。看起来你被关起来，你因为我们中文说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嘛。对不对？你要做的事情你没办法做了，你应该很郁闷，你应该很郁卒的。结果保罗写的腓立比书信却成为一卷喜乐的书信，而他的喜乐是在受限制、在环境不效力的底下，他充满了喜乐。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在很困难、很受限，甚至被逼迫的情况底下，却能够大大的传扬福音，却大大的喜乐呢？保罗的故事就给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腓立比人。那腓立比教会，他是支持保罗，一路在宣教上支持保罗的一个很好的教会。这个教会他派了以巴弗提去把奉献交给保罗。那在那个时代里面，坐监牢不是像我们台湾坐监牢吃公家饭什么钱也不用交。那时候坐监牢你是自己要付你自己的伙食费、自己的费用，所以坐监牢还要得付钱呢。所以那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把这个奉献呢，其实腓立比教会也很穷了他就把这个奉献带给了保罗，然后呢带奉献去的人叫以巴弗提，顺便就留下来服侍保罗，服侍到生了重病后来好了，大病初愈之后呢，保罗就怕腓立比人担心，所以就把就把以巴弗提差回去腓立比，跟他们报平安，让腓立比教会安心，他也就得了安慰。那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其实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保罗传福音之处，因为保罗传的福音是不靠势力、不靠才能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
不是靠着律法称义，是靠着信心称义的福音。那一路就有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就在鼓吹另外一种主张。另外主张就是你信耶稣，单单靠信心信不够，你要行旧约律法，你要行割礼，你这样信了才会完整。这个是一种谬论。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驳斥。那当然，今天我们谈的这一段的前面，保罗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就谈到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妄自行割礼，他们强调信耶稣单单凭信因信称义不够，还要行割礼。所以保罗就提出了一番的反驳。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就是保罗对这个的反驳，并且有一些的教导。他写给腓立比人的这个信，就好像刚刚牧师语重心长看见你们就忘记讲道看见你们就想到你们年轻人要面对未来的世代是很多挑战的，所以你们要好好的跟随主。好，那你们有很多的恩典，就好像牧师讲的这些话。那保罗就对腓立比人就讲了一番从属灵的父亲来的话，然后给他们做榜样。好，那么保罗他就讲到说，因为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些人是犹太主义的信徒他们就强调说，我夸我有受过割礼，他们夸那割礼就是旧约的律法的规定嘛，他就来夸这个。然后他们强调单单接受保罗的因信称义不够，还要行割礼。那他夸我像我们这种犹太信徒，我们就是有行割礼，我们奉行旧约律法那保罗就驳斥他们。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强调要行旧约的律法跟行割礼，来表示你们是得救的。那么如果你要跟我比这个，保罗也很尖锐，你要跟我比这个，那我们也来比比看。那我比什么呢？他说，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上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说，要比来比你也要跟我比行割礼行律法。那么我是什么？我是按照律法规矩第8天受割礼的人，我完全照着律法做。然后呢，我不只是完全的旧约律法的要求，我还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这个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无论是规条或者是血统，我都是非常非常合乎标准的。那么就律法上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上来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责，这是我的成就。所以你看，保罗面对这些传这个不正确的真理的人的时候，保罗就说：如果你要比，来，我第8天行割礼，我非常标准；再来，我的血统纯正。好了，不止这个我还什么？我还大有成就。我什么成就？我逼迫教会我就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无可指责。好，无论你讲符合律法，或者是血统，或者是行为，我都是无可指责。跟你们这些人比起来，你们哪一个人比得上我这么标准呢？但是保罗说什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讲到了他自己以这些标准我都有，但是我不夸那个。为什么保罗不夸这个？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更可夸。这个你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夸的时候，你就夸那个。当你没有神可以夸的时候，你就夸你世上的成就。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神，我们没有看神的时候，我们就看什么？当你不看神的时候，你就看这个人成就。因到有什么背景啦？他读册有多高啦？他台积电的工程师呢？就高的呢？就在比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比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神可以夸，所以他们夸自己。但是保罗说，我可以夸这个，但是我没有夸。为什么我们没有夸？为什么保罗不夸呢？保罗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以前我以为血统纯正，以前我以为顺行旧约律法，以前我以为我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这些就这个法利赛人来讲，
这是好的，这是有益的。但是没有想到，我去到大马色的路上，我遇到主了。我遇到主以后，上帝光照我，我突然发现这些东西跟我没有益处了。以前我觉得有益处了，今天我不觉得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他遇见主之后，他的价值观改变了。有的人他说：“我现在因什么当作有损？为什么那些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当作有损呢？”他说：“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了。”有人因为受了教训、受了打击、受了刺激改变，但是只有因为基督改变，才会有永恒的价值。今天你为什么改变？今天你来到教会当然教会环境非常好你们教会的环境真的是羡慕，让很多教会羡慕了还有你们的年轻人，还有那种日本式的招待服，我刚刚有给他拍下来，回去我们试试看，下次我们弄个女生的和服看看。哇，你们很有创意很有创意，所以哇，人家来宾至如归哎呀，很有创意这个被你们年轻人很吸引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会持久，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基督，唯有透过基督才有可能带来永恒的改变你有很多好的事工，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不是带到事工的面前。很多人做事工是把人带到事工的面前。我鼓励我们日间关怀照顾据点的同工，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我们服务这些爷爷奶奶65岁以上的他们尽心尽意的照顾，但是我说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你就是在做属灵的安乐死他最终就是走向灭亡，然后呢快快乐乐而已，所以叫做安乐死嘛。安乐死就是死不会痛的嘛，对不对？就安乐属灵的安乐死所以不要把人带到事工的面前，不要把人带到好人的面前，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保罗他被大马色的光照之后，他突然发现从前以为有益的东西，今天那不是对我有损的，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有一次大马色的经历，你需要有一次在上帝的面前突然间有一个光照，那个光照让你发现说原来我以为对我有益的，但是今天我把它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当作有损？因为我找到更好的。更好是谁？更好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其实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去突破跟改变我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台风天其实好天他们传福音给我都不去教会了。那一天发神经，台风天突然想去教会然后去到路上的一半，那个天上掉一颗石棉瓦下来，把我的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砸烂了就整个挡风玻璃就破掉所以就是你就看到那个穿雨衣然后开车的情况但是我就决定坚持，我一定要到教会去，我一定要到那里去认识这位上帝我想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次像保罗一样遇见大马色的时候，那个光照你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逃跑，要回转过来，那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保罗的信念是什么？保罗信念是他说第3章第8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说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耶稣为至宝。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这个认识是关系上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你要认识上帝，你要有一个互动。今天下午有一个人问我说牧师我读经我也很认真读经，但是我读经都读不懂我实在就是规定读经我就读而已但是我就是读不懂，要怎么样才能读得懂呢？我跟他讲，我说你的读经要跟这位说话的神，跟这位圣经是神的话嘛，跟这位说话的神，这位圣经的主要有关系。如果你有关系，你才能够读进他的话所以你要把每一段圣经当作是上帝在对你说话，那你的祷告就要针对上帝对你说的话的回应，所以就跟神有这个对话。你回去这样试试看，当你读经里面
觉得是上帝在跟你讲话的态度去读经的时候，你就会读出那个你好像在跟一个有位格的神在说话，你不是拿一个纸本对着书讲话，你是在对一位活着的神。那这样你就会认识神。所以认识神不是只有知识上，不是只有研读圣经，不是只有查圣经，而是你要在关系上去认识神，你才有办法认识。当基督成为你的唯一的时候，万事就会成为有损的。那什么叫万事？万事就是基督以外的事，就是万事。那我要鼓励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都丢弃了，然后只有上帝最棒。当然上帝是最棒。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至少我在我的教会是这么说的啦。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说这个上帝第一，然后家庭第二，然后什么第三，对不对？什么第三啊？工作第三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讲法，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上帝排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上帝相比，对不对？不是有一首歌叫什么？无人能像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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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个歌太老了嘛。好了，找一首，反正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你啊，上帝没有可以跟你比的，有没有？这个意思什么？其实我认为家庭不能跟上帝排序，工作不能跟上帝排序。应该是上帝在家庭里是第一，应该是上帝在工作里是第一，上帝在你的万事里都是第一，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排序的话，那有上帝的地方就没有那些地方就没上帝啦，对不对？所以上帝不可能不在每个地方里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啊。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排序应该是如果这个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让基督在我所有的事情里面。所以我刚才勉励你们，读书的要好好读书，工作的要好好工作。为什么？你读书是为神读，你工作为神做。在你的读书跟工作里面都要荣耀上帝。所以你的家庭里面，上帝是摆第一的；你的工作里面，上帝是摆第一的；你的学业里面，上帝是摆第一的。为神而做，为神而读，这样子。所以让保罗他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他之所以能够在他的里面，第3章第9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就是我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他说我在他里面，不是因为有我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这个代表他天然的背景。我能够在基督里面被算为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自己做得很好，我做的很多努力。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神100%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人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保罗说，我虽然有那么好的背景，但是我不夸这个。我虽然成为上帝的儿女，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自己因着行律法，自己天然人的努力而行的义。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有账户式的义，就是你做好了就加分，你做不好就扣分，到最后看这个天平是否平衡，你决定你上不上天堂。那所以他说，我自己的好，我被上帝称为义人，现在我不再靠律法给我加分上天堂了，我现在靠上帝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女，我成为义人，所以我能够上天堂。所以我的义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是因为上帝给我的义。律法并不是一个得着义的工具。那第9节的后面他说，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信基督才能称义，义是从神来的，不是人赚的，是神加给人的，是一个恩典。所以恩典就没有可夸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行为，你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造成你成为义人。你之所以成为义人，是上帝恩待你，上帝拣选你，让你在众人之中被神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是神100%的恩典，人一点功劳都没有。这是因信称义。那保罗继续鼓励腓立比人说，你要活出与主同死同活的人生。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说：“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信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你会问说：“我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我有时候传福音给人常常有人就会说：“哎呀，我现在还对神不太认识啊。等我认识神以后我多了解你们基督教以后到底我为什么唱诗歌啊？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我相信你们侍奉久都会知道就是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教会里面，他没有来过教会，进来听到诗歌就开始哭，有没有？常常有这个情况，对不对？然后你就问他说：“哎，那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那这个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我要多认识一点，等我多认识一点。”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有嘛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跟我产生关系，你没有办法真正认识我。你可以从别人的口中说我是怎么样，你可以从我的著作里面说我看到我是怎么样，但是你真正要认识我，只有什么？只有你跟我建立关系。你要认识上帝，如果你没有信，你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信心是认识上帝重要的关键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我要认识才能信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能够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人的努力。所以人的认识也是一种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认识上帝，你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会更认识他。认识的里面，其实圣经的原文里面认识有一个部分讲到是夫妻的同房，也就是说这个夫妻的同房的认识才能够认识，所以你必须要跟上帝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你就会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有人是新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来，你不太了解这个信仰，没有关系。如果今天你来，你有了感动，你甚至你有像牧师刚刚讲的说，我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感动的流泪有一种莫名的悸动。我告诉你，那个应该是神在你的心门叩门。你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就会更认识他所以要因信称义才会认识基督。所以你要认识基督，你要信，信心是跟神连结的唯一的条件我们是被造之物，上帝是创造界的神。那被造之物如何跟创造界的神产生连结呢？信心，只有信心才能打破那个隔阂，让受造界、让物质界的人可以跟创造界的神产生连结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奇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跨两界，都是跨界就是我们在灵界又在物质界，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连接灵界跟物质界的人，把它连接起来就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你我。跟你旁边讲，就是你。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当你遇见在这个世界上有困难的时候，你用信心的祷告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让上帝的祝福透过你的祷告来到这个地上。你也可以把在地上的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认识这位上帝。你是宇宙当中唯一的一种生物，同时具有连结灵界跟物质界能力的人那个人就是上帝的儿女，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这种尊荣那你如果要更认识上帝的话，你必须用信心，信心才是认识上帝的关键，不是头脑，不是知识，不是悟性，不是资源，是什么？是信心当然我不否定其他那些东西它是有帮助，但是它不是关键关键是信心，你要信第3章第10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晓得，另外一个翻译也是认识，所以这个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这2件事情，就是认识基督跟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都要透过认识去经历。所以这个认识是我刚刚讲是关系是关系。你不跟我在一起，你不跟我有密切的接触，你不会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对不对？这个我们的家很有趣我的太太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所以她呢我结婚之后才发现另外一面原来在我们家
这个毛巾要拉撑的，你知道，洗完脸以后挂上去要细嘎嘎聊夹呢。在我家哈，我除了当兵的时候有这样过以外，其实在我家就是洗洗后扭干一坨丢过来，然后一结婚之后就被我太太第二天就叫我来，来，我说什么事？你的毛巾怎么会挂这样？毛巾不是挂这样，不然是挂怎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挂这样，是怎样？然后来，这被子怎么睡起来不折？然后被子说晚上不是还要再睡吗？晚上要再睡，为什么现在要折呢？浪费时间嘛。而且又不是别人在睡，是我在睡嘛。那什么形状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在乎。那我太太说，但是我在乎啊，所以你可以折棉被吗？我说啊，本人从当兵退伍以来就没有折过棉被，结了婚要折棉被。后来我们就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后妥协，就是铺平，像旅馆那样铺平就好。这样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到现在，你到我家一看就知道哪一个是我的毛巾，哪一个是我太太的毛巾。不过感谢主，他没有叫我牙刷也要向同一个方向。这个没有结婚不知道的，你知道吗？这个没有相处是不知道的。我跟我太太是认识12年才结婚了，所以你要说认识很认识啊，但是没有真正的结婚是不知道这样子。结婚那一天晚上就被我太太踢，没有踢下床，但是踢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睡觉会磨牙，所以晚上睡不着觉，会叽叽拐拐睡不着觉。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磨？我后来跟他讲说，其实你不需要踢我，你只要碰我一下，我就不会再磨。是打呼的也是一样，一打呼你碰他一下，他就不会再打呼了。不相信你试试看。不过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再试。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认识，你就没办法真正的了解我的为人。你没有跟神有这种主观的经历，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上帝。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复活大能。”这2件事情都需要主观上面的关系的认识。那如果你跟神有关系，你就会去经历神。你要想办法在他的复活的大能上面去跟神有关系，要互动，要参与。那你在小组的侍奉上面，在解决小组的冲突上，要以神为中心去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不要只是用你的头脑去解决，不要只是用你的协谈能力去解决，你要在里面经历神的复活大能。说神啊，求你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借着这个冲突更认识你。那你就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为你来效力。那他说这个第3章第10节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一同受苦这个一同受苦，它原来的翻译是koinonia 就是团契、相交、参与、分享。它原来意思是 koinonia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要参与。我要团契，我要在他的苦难的当中参与。你要与主同死同活。他讲到你要怎么样跟主同死同活呢？要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受苦就是团契在主的受苦里面，团契就是交通，互通有无。所以当主耶稣在受死的时候，你要与他一同受苦，这个就是与主同死。我们常常讲神给这个神的儿女一个权柄，就是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但是你要复活，你要先怎样？你没死怎么会复活呢？对不对？当然要死了才能复活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你要学习怎么样与主同死。你自己死没有用，你要与主同死。那这里讲什么？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你参与在主的这个受苦里面，你参与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被磨造出他死的样式，你就会参与在他的死里面。所以你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我在带小组，我遇到了有人顶撞你有人跟你不客气，
或者是有人找你麻烦，对不对？那你平常回到家里面，你就说，哎呀，我真是苦啊！为什么他要讲我的话？为什么他对我讲话口气这样子啊？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当你把这个苦带到上帝的面前，跟神来交通，神啊，我知道你也被拒绝过，你也被厌弃过，你也被排挤过，这时候我也经历到被排挤、我被厌弃的感觉，因此你的苦跟主的苦就在里面有一个团契的关系，所以把你的苦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他的苦里面与他有一同团契，于是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去效法他的死，与他同死的情况就会发生了。所以当你参与在基督的苦难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被模造成为他死的样式，而这个样式产生的时候，复活就产生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这个你的苦难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一种能力，什么能力？一种恩典，什么恩典？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复活的能力。好，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讲说，不要担心，礼拜五过去就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礼拜五是受难日嘛，主耶稣受死嘛，然后礼拜天就复活嘛，所以你不用着急。当你与基督同死之后，复活就会产生。所以你要学习的不是怎么复活，你要学习是怎么与他同死，因为复活是同死后的结果。所以你要活就要懂得怎么死，所以你要学习把你的苦难、把你的痛苦带到主的里面来，与他同死。当你与他同死，在这个同死的当中，不是只是自己很苦、自己很辛苦，而是你要怎么样在主的死里面跟他有交通、有往来。当你被背弃、被撇下的时候，你去思想主耶稣如何被背弃、如何被撇下，那种孤单、那种难受的时候，就是你参与在他的苦里面，参与在他的死里面。这时候同死就发生了，同死发生之后，复活就有盼望，复活就会发生了，你明白吗？好不好？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在主的同时在孔罗尼亚在主的苦难里面被模造成为他死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受的苦，我们都有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受苦。问题是我们受的苦是为着我们自己受，还是我们为着主受？聪明的你，把自己的苦跟主的苦结合起来，那么你就会跟主在苦难的里面有交通，有交通之后，就会成为与他同死的样式，然后你就会与主同活了，你会经历到那个复活。如果你的苦是为自己受，你的苦是为自己死，那么你就自己受，自己承担。如果你的苦是带到主耶稣的苦难里面，跟他交通，跟他团契的话，那么复活就有盼望了。所以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受死，就有复活的盼望。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好，我再多讲一点。那怎么样与主同死呢？就是我主观的死与主客观的死结合。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这是客观的事，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我的受的苦是我主观，我怎么样主观的死跟主耶稣客观的死结合呢？就是让每一件我们死的事情都跟基督耶稣产生关联。比如说我被欺负的时候，那我苦读的时候，我就带到耶稣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来饶恕。主啊，我承认我现在很愤怒，我承认我现在很苦读，我承认我现在很嫉妒，我过不去了。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把你的这个苦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让主耶稣的苦跟你交通，一交通一融合之后，你的苦就被主承担，你就与主同死，你就与主同活。所以当你人生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只是埋怨，不要只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带到主的面前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死不掉，你知道吗？来到主面前还在努力，
我还在想要办法，还是什么？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承认我不行了，我承认我没有能力了，我承认我需要你。这时候就是把你的主观的死带到主耶稣客观的死里面，跟他结合，在这个结合里面会产生团契，会产生交通，上帝的死会进到你的里面，你的死会与主同死，这时候与主同活的力量就会发生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应用。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在现在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正在遇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你自己也胜不过的事情，今天来学习能够效法主的死，与他一同受死，与他一同受苦，那么你主耶稣的复活就会发生在你的里面，好吧？好不好？我们请那个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先上来。我们好不好来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晚上我们求神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那个死不掉的麻烦跟痛苦跟困扰带到十字架的面前，与主同死。我们求主的复活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晚上我首先要为一些人祷告，就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来到这里，或者你觉得说今天牧师讲什么完全听不懂，但是奇怪，我里面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感动，我想要更认识这个神。像牧师刚刚跟你讲的，你想要认识这个神的话，你必须用信心邀请他，用信心接受他。所以我要为第一种对象祷告，就是你过去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你在这里，你说好，我愿意用信心跨出这一步，让我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时候，好不好？你可以举一下手，我可以带你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我求你祝福这些举起手来的朋友们。主啊，他们今天要用信心来跟随你。天父，我向你祷告，求你恩待赐福给他，打开他属灵的眼睛，让他今天晚上认识你。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祝福今天的来到这里的人，他们心里面有感动，但是他们对你不清楚，有疑惑。好像牧师刚刚讲的，当我们信之后，我们就更认识你。主啊，让他们透过信来认识你。主啊，赐给他们平安，好不好？这样的朋友，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罪。我邀